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四 K 奇峰物業顧問 KV 啊。今日咧，我帶咗個相片俾大家睇下，喺恆安站行過嚟3分鐘路程可以到達嘅錦安苑啦。咁錦安苑咧喺馬鞍山區內咧，其實都好受上車人士嘅追捧嘅。點解咧？第一，近馬鐵站啦；第二，平啦，有400幾尺嘅一個單位。咁而家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睇下先。咁入到嚟啦，一個廳非常之寬敞，大房景觀。咁呢間可能就冇咩景觀可言㗎啦，但係就真係唔係望樓景咯，都幾開揚嘅。咁一間細房啦。咁你話若果其實呢個單位性價比都幾高嘅，有個400幾尺，400零萬可以買到呢個 size， 其實都幾好。唔知大家睇完呢個單位覺得點咧？其實我覺得咧就幾好啦，因為呢個價錢就可以買到呢個尺數。又唔使話要舊樓200幾尺又太細，其實補地價都係非常之合適啲上車人士嘅。咁如果你想入翻睇樓，可以打翻俾我啦，我係 KV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買樓怕中火，揾奇峰至輕鬆。奇峰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空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防假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也奇峰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